你有冇試過咁嘅時刻？努力咗好耐，但結果唔如理想，考試失手，升職無望，又或者一段關係悄悄結束。呢個時候，好多人都會講一句：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呢句說話出自明朝馮夢龍嘅《警世通言》，流傳咗好耐。意思係人生嘅一切其實早已注定，我哋可以控制嘅好少。聽落去好似有種安慰，反正係命，唔使太自責。但同時亦可能帶嚟一種無力感，好似我哋只係被命運推住走，冇得揀。不過聖經有另一種角度，傳道書9章11節講：快跑的未必能贏，力戰的未必得勝，智慧的未必得糧食，明智的未必得資財，靈巧的未必得喜悅。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。聖經同樣承認，努力唔一定成功，人生有好多我哋控制唔到嘅事，但同時亦講，你手所當做嘅事，要盡力去做。點解結果未必由你決定，仍然要盡力？因為聖經嘅重點係，結果你未必控制到，但選擇你有。諗像你係一個農夫，繼承咗一塊田，土壤好唔好，天氣如何，你控制唔到，但係你今日可唔可以選擇去耕種？你係農夫，唔係田裏嘅石頭，而且將田交俾你嘅唔係冷漠嘅命運，而係一位認識你、在乎你嘅神。所以分別係萬般皆是命講嘅，好似一種冷漠嘅安排，你只能接受；而聖經講嘅機會係喺一位認識你、在乎你嘅神手中。咁你人生嗰塊田地係咩？係工作、家庭，定係某一段關係？你願唔願意由今日開始好好耕種佢？多謝你收看。如果呢段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記得分享俾你關心嘅人。我哋下次見。